当我可以站在你的身旁，幸福的感觉就会从天而降。我从来不会奢求希望，希望能一起远航，找一个方向，一个永远看着你的地方。朋友们，我们希望你们喜欢明信片上美丽的图片，它来自一个关心西藏也关心汉藏关系的国家的人们。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种关系被愤怒和不愉快玷污。我们希望你们阅读这封信，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汉藏人民之间的关系和友谊理解。为了能够向前迈出一小步，我们愿意澄清以下3点：藏族人和支持西藏的人们不反对中国人民，我们崇拜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以及近年来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进步，但我们反对任何政府限制公民权利和让他们害怕说话的政策。藏族人民并不是不感激中国在西藏的投资，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带给中国特色的。藏族人民希望看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环境在发展的速度和方式得到体现。达赖喇嘛反复地呼吁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他向中国政府表明，他愿意为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和西藏长期需求的道路而努力。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相信他，并继续用令人震惊和有伤害性的语言来侮辱他。如果我们拥有善意、容忍和尊重，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可以建立起和平和友谊的关系。那些为增进友谊而努力工作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思想，你们可以在 www.chatibetf2IENDSHIP.org 网站上看到。谢谢你，祝福你。你会感受到你的身边是爱情的海洋。